朋友们，一起倒数。天府双塔正以最灿烂的光影为我们点亮新年的钟声。电子烟花盛放在成都的夜空，这是独属于成都人的浪漫，也是成都送给每个人的新年礼物。愿这光芒照亮未来的每一步，愿今晚所有许下的心愿都在新的一年生根发芽，如愿以偿。新年快乐！